一背景介紹。六國論是北宋蘇洵的代表作，收錄於家有集。這是一篇歷史議論文，通過分析戰國時期六國韓、魏、趙、燕、楚、齊滅亡的原因，批判了六國的短視政策，同時暗喻北宋面對遼和西夏的困境。文章以史為鑑，警示當權者勿重蹈覆轍。二、文章結構。六國論共分4段，結構清晰。一、首段提出論點，六國滅亡的關鍵在於陸秦，即以土地和財物賄賂秦國，導致國力衰弱。二、第二段分析六國賂秦的後果，指出秦國以所得之地增強實力，反而加速六國滅亡。三、第三段駁斥不賂秦即亡的觀點，強調六國因內部腐敗和政策失誤而滅亡，非僅因秦國強大。四、六段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，提出棄地求和不如團結抗秦，暗喻北宋的對外政策。三、核心論點。蘇洵認為六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賂秦政策。賂秦的惡果，六國以土地和財物換取短暫和平，卻削弱自身，增強秦國實力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內部問題，六國君臣短視、腐敗，缺乏團結和長遠戰略，導致無法有效抵禦秦國。歷史教訓，蘇洵借古諷今，提醒北宋不能一味妥協，應積極備戰，團結對外。四、修辭手法與語言特色。一、對比六國的賂秦與秦國的強盛，突出政策失誤的後果。二、設問與反問，如六國破滅，弊在賂秦乎？引發思考，增強說服力。三、排比，如列舉六國滅亡的過程，節奏感強，強化論述氣勢。四、引用史實，以戰國歷史為依據，論述有理有據，增強可信度。五、語言精煉，文章短小精悍，邏輯嚴密，語言犀利，直擊問題核心。五、複雜要點。一、中心思想，六國滅亡因賂秦與內部腐敗，借古諷今，警示北宋勿重蹈覆轍。二、考試重點，理解賂秦的含義及其危害，掌握文章的論點、論證過程和史實依據，熟悉修辭手法，如對比、設問、排比等，能聯繫北宋背景，分析蘇洵的寫作意圖。三、記憶技巧，記住關鍵詞，賂秦棄地求和內部腐敗，用六國滅亡三部曲總結，賂秦削弱自身加速滅亡。聯繫現代，類似以妥協換和平的例子，幫助理解文章的現實意義。